Hello，大家好，係我啊，莊哥啊。錄片時間係2026年嘅5月19日。幾日前，莊哥咧收到一個朋友 WhatsApp 嚟一段 TVB 東張西望嘅視頻。呢段視頻呢係講一位主持人正在訪問一班苦主，喺度投訴啊，話好多年前呢，佢哋買咗灣仔一間樓，而家才知道所買嘅樓呢係只有租住權而冇物業權嘅。而呢啲租住權呢，到今年嘅3月尾就屆滿㗎啦，都話已經收咗大業主嘅收樓通知書，馬上呢就一個業主變成無殼蝸牛咁慘豬豬喎。睇咗呢段視頻之後呢，莊哥呢個心入邊呢都有啲戚戚然，自己咁同自己講：真係嚟啦，事情真係發生啦，個炸彈終於爆炸啦！點解莊哥有咁嘅講法嘅呢？原來莊哥喺18年前啊，即係2007年、2008年嘅時候呢，同埋我呢個朋友呢，係 sell 過呢層樓嘅，但係嗰個結果呢都係賣唔到喎，唔係個樓嘅質素差，而係出價唔夠其他買家高咁解嘅啫。嗱，大家唔好以為莊哥當然係為咗佣金埋沒良心咁盲目咁推銷呢種租契樓俾人啊，係無良經紀嚟㗎。且用阿莊哥慢慢咁細細道來俾大家聽啊。所謂可憐之人亦有其可恨之處，可恨之樓亦有其可貴之處。莊哥呢同埋我呢個朋友呢，喺18年嘅前呢 sell 呢間樓嘅時候呢，係完全知道佢嘅年期係得返18年㗎嚇，而年期到滿嘅時候呢，大業主係一定收返，冇得續約㗎。到呢個時候呢，相信所有業主啊都預咗係要收拾細軟，一筆勾銷，冇得留低㗎啦。而呢一個條款呢，我哋當時呢係喺睇樓嘅前清清楚楚，連埋一份 Land Search 以及過去嘅成交報告，完全俾晒啲客人。當時呢有一個業主啊放盤之後呢，都鄭重咁告誡我哋呢要話晒俾客人知嘅，怕咗日後呢有啲拗撬啊，話冇用俾我哋咁講嘅。可知道啊，當年嘅現任業主啊，其實都知道一切嘅，所以呢，佢哋嘅放盤價呢都比同區樓低一大截嘅。咁點解仲有買家嘅呢？唔怕賴嘢啊？答案就係一個字：平。平咯，唔單止平，係超級平啊！記得當年首位放盤業主個價錢呢係130萬左右，2000蚊一尺，近灣仔地鐵站，成座大廈靚到好似一個星級嘅旅館咁樣。而當時呢，可以租俾啲美容院啊或者醫務所啊，月租呢有15,000蚊咁多㗎。嗰個腰呢有成10厘回報咁多，你話點會唔心動啊？只係一次過俾130萬左右，每年呢可以收到20萬嘅租金，7年就翻晒本㗎啦。第8年開始呢，就淨肉咁嗒嗒㗎咯。你話幾和唔和味嚇？真係 yummy yummy 啊！所以啊，當年呢有啲投機客啊都好有興趣還價嘅。只有真正自用嘅買家呢，才會打退堂鼓嘅。喺嗰2年間呢，好似轉手咗有幾個盤嘅，而其中一間呢，最貴竟然可以賣到180萬咁啊！當時莊哥啊都話唔值㗎，但係樓價唔好摸底啊，價高真係唔好嫌貴啊！呢間180萬當時賣得出去嘅樓呢，聽聞好似喺121年期間呢，又賣出咗300萬，話莊哥都大吃一驚㗎，係唔係啊？如果呢位仁兄佢唔喺18、19年呢個高峰期賣走呢，佢真係肯定係摸頂㗎，因為到咗20年後呢，佢想賣出呢，
都係 impossible 嘅，因為銀行咧喺呢個時候咧係唔會受按嘅。咁呢間樓最核心嘅爆炸問題喺邊度呢？就容許莊哥試下扼要咁講下啦。但係先至聲明如有講錯，係莊哥學藝不精嘅，請多多原諒嘅。首先，我哋要知道，而家我哋買嘅樓呢，係買佢嘅土地使用權，係有年限嘅。97回歸之前呢嘅買地呢嘅使用權呢，一般都係75年，或者係90年，或者係999年期嘅所謂1000年租約。咁一律呢就叫做 leasehold， 而且呢，通常呢，佢哋都會有一個續約嘅權利嘅，即係而家我哋所叫嘅75年加75年、90年加90年，但係999年期呢係冇得續約嘅。而香港唯一處嘅永久業權地呢，係一座教堂嘅地皮嚟嘅，佢擁有私人嘅永久業權，唔需要交地租同埋地稅俾政府。咁呢種地呢，就叫做 freehold。而97年後呢，政府批地租出去嘅一律統一就為50年期，到期呢就再續約50年。而政府租出去嘅地呢，就叫做 government lease， 即係地契或者叫做政府租契。殖民地時代呢，就叫做 crown lease， 官契。而家所有香港將來嘅地契到期嘅時呢，都可以續約嘅。而續約嘅條件呢，就係額外要交地租，唔使補地價㗎。而地租嘅徵收費用呢，係應課差餉稅值嘅3%。而香港政府係喺香港唯一一個可以批地賣地出去及唯一一個有續約嘅權力嘅機關嚟嘅。同政府買地，即係租佢嘅土地使用權嘅人呢，就叫做承租人。而呢一份 government lease 呢，係可以轉賣俾另一個承租人嘅。而下一個呢，簽呢一份租契呢，就叫做 assignment， 叫做物業轉讓契。叫做物業轉讓契係將所有物業嘅權利呢，原原本本咁賣斷咗俾下一手㗎。而呢一個 assignment 呢，亦可以轉賣你一部分嘅地皮，或者你全部嘅地皮㗎。但係呢，係絕對唔可以將呢個年期呢就抽散咗一半咁出賣出嚟㗎。咁如果即係話呢，如果地契呢係75年給75年，咁你就將呢一份地契嘅75年加75年嘅物業嘅權利呢係賣斷佢，冇得打斧頭㗎。但係有一班聰明嘅商人呢，佢就諗到呢，將呢一份 government lease 嘅租權呢，就唔係業權呢，分咗部分咁分租出去。譬如講啦，如果係99年嘅租約呢，咁佢就分租咗75年或者係45年俾另一個租客啦。咁呢種租約呢，就叫做 subleasing 或者叫做 subletting， 唔係叫做 assignment，因為佢冇將個業權呢係賣走㗎。就好似一個原始租客咁做咗二房東，將間樓分租咗俾一個二房客。而二房東呢，佢分租俾二房客，佢嘅租金肯定係高㗎啦，而且佢嘅租期呢係要少於或者等於第一份嘅原始租約嘅。為咗使大家更加明白，咁莊哥呢就放咗幾份 land search 呢擺喺畫面上高，同大家分享下。畫面上第一份嘅 land search 呢，大家可以喺右上角呢睇到佢寫明嘅租約呢係 government lease， 年期係99加99年。佢嘅左手面嘅畫面呢，大家可以見得到佢嘅地段 lot number。而家畫面上嘅第二份 land search 呢，佢右上角呢寫明嘅 government lease 同埋呢係999年期，冇得續約㗎。
左面畫面咧，大家可以見得到佢嘅地段 lot number 啦。而我哋呢一間問題主角樓咧，咁大家可以睇得到佢嘅 land search 上高咧，個批約咧係叫做 sublease， 唔係叫做 government lease 㗎嚇。年期係45年，冇寫明話可以續約㗎。而地段嘅編號咧，亦清楚咁寫明係 sublease of 一個地段乜乜乜乜咁。大家醒棚未啊？仲未醒棚？咁又不妨睇下下一個畫面啦。呢一間問題主角樓咧，佢嘅買賣合約咧係叫做 assignment of lease， 租約轉讓契啊，冇講明話係物業賣斷俾你㗎，冇講明 sales 或者 purchase 喺度㗎嚇。最後睇下一個正常物業嘅買賣，佢嘅 land search 係點樣寫嘅咧？畫面上大家應該都會見到，佢係叫做 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㗎嚇。到呢度，相信大家都好清楚明白呢一間問題樓咧，佢從來都係冇賣佢嘅物權出嚟㗎，只係佢嘅租權轉讓㗎。到期佢就閉關㗎啦。想話同大業主續租啊？美文land search 咁清楚白紙黑字咁寫明係一份租契嘅買賣。如果啲 agent 咧都話唔知，咁啊真係要打屁股㗎啦。咁再講下啦，買家又點解又會落塔去買嘅咧嚇？好，last啦，咁有冇得索賠㗎？喺東張西望咧，已經有一位高人分析過同埋解釋得好詳細㗎啦，真係好難咯。而且莊哥咧喺呢度再補充下添啦，喺香港一個民事追討賠償，佢嘅追溯期咧係只係得6年嘅咋。6年過後咧就永遠咁失去咗呢個追討權，係永遠㗎嚇。如果呢個買賣咧係10多20幾年前，而家才搬出嚟申訴啊！唉，大家唯有認清事實，接受現實係啦。好啦，我係莊哥，係一個平凡嘅地產從業員。下次再會啊，拜拜。